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18，旧历的8月初2，礼拜五。今仔日新闻的头一条，咱来关心天气的状况。早起也是真热，尤其是台东甲台北湿度感觉式的灯号，高温接近36度。也毋过下晡就变天咯。随着这个锋面到位，加上东北风来增强，北部、东北部拢咧落短暂阵雨。明仔载甚至这个雨会落真粗，温度嘛来落降。尤其是礼拜到拜一的透早，北部、东北部的低温会降到22度。这阵今仔日较凉的所在比日头，因为这几天秋后热，下早时台北市感觉式的灯号，气温接近36度。但是过到到尾暗的时阵，因为锋面来所以会落雨，袂遐尼热。锋面逐渐接近，然后到锋面通过这段期间，基隆北海岸、东北部地区还有北部地区都会逐渐转为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哦。拜六礼拜会落大雨，过来拜一开始，东北风会变真透。除了北部、东北部会落阵雨，气温嘛会明显降低，尤其是拜一的透早，敢若只有22到23度左右，一直爱到拜三，东北风无遐尼强啊，才会回温。另外就是台湾西南边1500公里的海面顶悬，红夏风台准备入去越南。预估今明2天在西南部地区，还有东南部地区，另外在澎湖以及金门，都比较有可能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。虽然讲风台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，但是若是去海边活动，要注意安全。